最難忘嘅女主角，最受歡迎香港女藝人趙雅芝，溫婉嫻淑，專業態度就同行都知。哪怕喺棒哥惡搞之下，女神形象依然屹立不倒。聽講以後又要離開啦。我都曾經聽你講過，上次我仲簽咗證照，但係我冇去到。相信今次冇人可以留得到我。我哋可唔可以去嗰邊搵杯 coffee 飲下傾下啊嘛？我哋之間已經冇嘢好傾。晴晴，要講嘅嘢已經講完，你仲嚟做咩？我想嚟問你攞幾張 EYT 飛啫。聽日幾時上機啊？我係坐船去。坐船啊？咁你帶珠麥牌嘅驅風油船，因為坐船好耐嘅。我知。我想去到法國之前，將到嘢，所有嘅嘢，統統都忘記晒。無邊無際，會幫到你咩？長啲嘅時間可以幫到我。我有個要求，我可唔可以同埋你一齊去法國？好咁別。第一次我嚟香港嘅時候，你曾經對我講過，我哋可以一齊去法國體驗舞。你太自私。以前我叫你走嗰陣時候，你話你要報仇，而家你報咗仇啦，你又想？俾次機會我，公平啲。當兩樣嘢要你選擇嘅時候，你冇可能兩樣都要晒。一次，再來一個，一次機會你都唔俾我，唔可以，因為你唔值得。你哋喊啊！小姐，揾你書包，揾到呢本書抌咗佢，小姐，你同我抌咗佢啊！啊！好姐，俾我走得未啊？呢本書可以我哋戰煲，如果你唔要嘅，送咗俾我做禮物，好嘛？
隨便啦。你 OK，我 OK，多謝。